大家好，大家好。前幾日全球嘅新聞同大陸嘅微信圈中發表咗一個新聞，就係講喺呢個外太空有一個疑似飛行船嘅物體靠近我哋嘅太陽系。實際上呢個就係人類自己自大狂妄帶來嘅結果，但係而家全世界相關機構全部都選擇了冇出聲，到底係咩回事呢？我哋倒翻到上個世紀60年代，以美國為首嘅西方搞出嚟一個叫做星際大戰或者叫做星球大戰嘅計劃 Star War。 佢為乜事會搞出呢個問題呢？因為美國係為啦表面上講話咧係對抗冷戰，實際上更重要係60年代中後期，佢哋上咗月球之後發現，哇咁鬼猛！喺月球嘅背面竟然有咁多嘅呢個不明飛行物，以前係做 UFO， 而家係做 UAP 嘅嘢。突然間發覺人類係幾其嘅渺小，並且睇見呢個飛碟可以橫住豎住嘅咁飛，就可以停喺空中，並且佢哋有好多嘅呢個外星人盯住呢個登月嘅呢個宇航員，並且佢哋仲可以突然間就藏到呢個月球嘅內部。等於係講呢個問題就激發喺美國政府要制定更加廣泛嘅呢個對於地外嘅呢種生命同呢個地外文明嘅呢種溝通嘅問題。所以喺60年代，喺以蘇聯同美國為首嘅東西方兩大陣營就不約而同嘅，就係更加去探索所謂嘅呢個更加高級嘅呢種外星生物同外星文明。所以佢哋使用咗唔同嘅呢種射電望遠鏡，或者係呢種大功率嘅呢種微波往呢個星星或者係啲雲團上面就發信號。包括中國得知蘇聯同美國搞咁樣嘅計劃之後，同樣都做爛呢個計劃。現在後果嚟啦，你發出去啦之後，並且你有啲時候佢哋回應你啦，佢飛過嚟啦，你竟然使導彈把佢揼落嚟，咁後果係咩呢？好簡單啦，如果人哋係忍者 Ninja 外星人，咁人哋可以忍住你，但係問題你打嘅冇係㗎嘛，佢肯定反抗啦。特別佢哋對地球上面嘅呢個核設施啊、人類嘅戰爭啊，或者係各種方面，佢有好大嘅興趣。特別係核爆炸嘅地方，特別多出現呢種 UFO， 而且而家講嘅 UAP， 特別係喺中國新疆經常發現呢個 UFO 喺呢個核爆之前或者核爆之後嘅呢種地方嘅上空。特別係舊年喺中國嘅北方天津等地都發現啦唔同形式嘅呢種 UFO。美國更加冇使講啦，美國從 Roswell 事件之後經常發生。以俄羅斯佢喺最更加早嘅時候發生嘅呢種飛碟墜毀嘅事件都非常多，希伯利亞冰天雪地，但係都有相關嘅呢種飛碟墜毀嘅消息。特別係喺1991年呢個蘇聯解體之後，呢方面嘅呢種機密文件都公開咗好多。所以我哋而家就要問一個問題：點解今次呢個咁大隻嘅呢個咁龐大嘅呢個外星文明嘅飛船逼近我哋嘅地球，但係新聞播嚟之後，全世界相關嘅呢種機構突然間就選擇啦唔講話，
係咩原因呢？所以我哋更加要小心。引用台灣解嚴之前講嘅一句話，作為我哋嘅結束，小心外星人就喺你身邊。我哋多啲去要求相關政府公開呢方面嘅消息，因為呢個係關乎我哋人類自身滅亡嘅問題。感謝你收聽收睇我嘅節目，歡迎你哋轉發、點讚、開啟小鈴鐺，多謝你哋。